大家好，我是萧美琴。语言不只是人甲人中沟通的工具，伊嘛是文化传承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所以每一个人对家己的母语，对无共款的语言，若有当有机会有较侪了解，会当学习。我相信对文化的了解，对文化的传承嘛是会当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伫花莲有真侪无共款的族群，包括着为中国大陆来的侪外省的族群，包括着侪原住民族的族群，嘛包括着客家人以及河洛人，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文化，嘛有无共款的语言。毋茫讲每一个人拢会当对家己母语有学习的机会，对文化深入了解的机会。咱一定要知影讲，咱过去是安怎来，咱才会当保留咱的文化，咱才会当有未来。毋茫讲，大家会当搁较重视咱母语的教育，对母语的学习，会当充满着感情，对家己的文化、家己的历史，会当搁较深的了解。